水電呢塊大家都唔使擔心嘅，就係話水電我哋係唔計米唔計位，做到你啱為止啊。來到我們越秀區海珠中路這邊啊，那麼我們海珠中路的話，其實是不在海珠區的，在越秀區。今天這位粉絲的話啊，也是剛剛呢才找到強哥這邊的，但是呢，馬上就叫強哥呢過來。給他家裏面的一個房子量一下房的，我們上去的話看一下他需要怎麼去設計。那麼業主等一下呢會下來接我們我們在這裏等一下業主。你好，叫我阿強就得噶啦，因為我比你細好多嘛，係嘛？同埋個大廳嘅話，你呢度面積唔算話好大嘅情況下，我建議都係做下啲雙眼皮邊吊。再加個燈帶向上發光嘅，呢個並唔貴嘅，但係咧佢就可以起到一個裝修出嚟個效果會高檔少少，同埋顯得個層高會高啲，同埋顯得嗰啲梁冇咁明顯啊。呢度可以大面積做嗰個收納櫃，因為我哋呢邊面積細嘅情況下，小戶型係好需要收納嘅。如果唔係到時後期花咗錢去裝修嘅情況下咧，其實好睇就係好睇前面一年。後面嘅話入住滿1年之後咧就會好亂噶啦，所以一定要裝修之前要考慮我哋小戶型嘅話，考慮收納嘅一個情況。今日我哋量咗房翻去嘅話咧，會做3個方案。首先咧就係第一個方案會根據你呢邊嘅裝修需求同埋自己一個設計理念啊，因為咧我哋其實自己屋企裝修，我覺得我認為就係最了不起嘅設計師，其實咧就係我哋業主本人嘅，因為我哋業主本人嘅話喺自己嘅屋企入面生活咗20-30年嘅情況下，係嘛？冇任何人比自己更加清楚。平時候我個行走動線係點？由我一起床要去邊度，之後再去邊度，喺成個屋企行嚟行去呢個動線嘅話，好重要㗎。冇任何人比自己更加清楚啊！到時我哋做效果圖嗰陣時，會幫你就係話。第一步就係確認嗰個平面設計圖，之後我哋再羅列嗰個施工清單，之後再進行施工清單嘅報價，透明化報價，之後後期嘅話進入嗰個設計效果圖階段嘅話咧，我哋每一步都需要同你無數次去確認之後再實行嘅。大概就係咁多。你呢邊有冇啲咩補充啊？差唔多應該冇啦，就嗰個插座咧可能會要多啲。插座呢個嘅話係最唔使擔心嘅，因為水電呢塊大家都唔使擔心嘅，就係話水電我哋係唔計米唔計位，做到你啱為止就係鋪磚之前就要將自己想要做嗰啲插座要一次過補充話俾我哋知因為鋪咗磚之後，再喺邊度再加插座嘅咧，係非常之難嘅。係因為要起磚㗎。多啲咁樣咯。咁如果係話做嘅話，大概個工期要幾耐？你呢邊連埋打拆、鋪磚、水電木瓦油搞下來的話，要90天。即係3個月。3個月，3到4個月，因為我哋90日嘅話係唔包含個休息日同埋國家嗰個節假日嘅。咁到時嗰個門窗嗰啲咧，門窗嗰啲嘅話就係你呢邊嘅話，千祈唔好擔心，就係話揾強哥呢邊做半包嘅話，可能會後期咧會好多操心唔會嘅，唔好太過擔心。就係話我哋之前有好多未合作過嘅業主喺合作咗之後，都會即係即係嘆一口氣，就話其實咧原來半包也是這麼一回事。因為咧我哋就係話喺你前期同我哋嘅一個基礎裝修定咗落嚟之後咧，我哋後期施工嘅過程中，我哋會同你制定一份嗰個主材購買嘅一個流程。每一樣嘢咧，我哋都會提前15日去話俾你知嗰樣主材，例如瓷磚15日之後我哋就要用仲有就係關於所有嘅主材咧，我哋呢邊好多嗰啲業主半包嘅業主咧，佢哋唔得閒收貨嘅時候咧，都會打電話俾我，叫我幫佢收貨
咁咧我就會有佢哋相對應嗰啲做得比較好嗰啲門窗啊、瓷磚啊呢啲廠家嘅電話嘅。到時候咧就提供俾你呢邊嘅話咧，你就去唔係話去揀佢哋，係貨比三家，邊一家比較好啲。即係到時你哋會帶我哋去睇下。呢個最好就係你哋直接就你呢邊直接就係同佢去約時間就得㗎啦，因為我哋強哥呢邊嘅話係唔希望話去涉及嗰個主材方面嗰啲回扣啊之類嗰啲，一旦你去接觸嘅話，就一定會有回扣㗎。我唔希望我就去接觸呢啲啦，因為目前嚟講嘅話，我希望就係喺廣州嘅話，可以將我哋半包裝修公司個口碑搞得好啲。以後嘅事做唔做全包，以後再講啦，先將目前嘅嘢做到最好。